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2，提摩太后书1章9节安尼讲：上帝救咱，拣调咱做伊家己的子民，毋是根据咱的行为，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，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咱。三个来祈祷，调阮做子民，是照家己的旨意甲恩典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满心称谢你，因为你有永无改变的疼痛甲信实。愿满心学乐你，因为你是万物的创造主宰，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永远、永存、永在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愿尊重你至权的圣名，因为你的智慧袂通测度，你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你的救恩毋是因为阮堪得，乃是出自你白白的恩典，毋是因为阮的功劳，乃是照你家己的旨意。主啊，当阮腰骨软弱的时，你已经伫基督的内面，为阮备办救赎的道路，竞选阮做你的子民。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甲疼痛！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